这个课程讲师嘛讲吼，咱拢有花言，讲要做啊，或者安怎，要互人导人如道学道，安尼办道。毋过咱这个探讨的性质是讲，咱做少讲，真正讲，咱家己本身的缺点吼，咱个平时甲咱个态度，甲咱个迄个有咱道德教是毋是？咱是直接要参悟安尼，咱是来改变。因为咱既然有咧听道学道，搁来去参办啊，咱若搁本搁无改变吼，感觉讲要来去忏悔吼，迄个忏悔应该是讲，互我的感受是感觉讲是一种对着耶稣或者接受啦。因为咱平时啊上海，咱一般咱去接受的忏悔就是讲，无下咱就讲会去甲伊抵抗，啊去甲伊反驳，啊是做甲伊起争执，哦，这是咱应该，互我这个环保的过程，吼，啊这嘛是提出咱大家通宵，咱大家拢爱互相伫这个方向，甲这个较旧啦吼，初世语言了，这个较旧的这个咱家己本体吼，咱是要下寡功夫，因为咱这个希望听这课程当中，咱有发觉，啊咱有用心咧学着办着参这个过程，结果咱本身无迄个流通度甲迄个有的心都无较宽吼，咱周边的啦。所以咱要讲讲，咱有些感觉会一个疑问出来嘛，哦，啊疑问出来，当然是，伊迄是，互我来拄着讲哦，咱拄着无好，就是咱过去是咱对人无好，人对咱无好啦，人无对咱接受，无欢喜咱，咱来参讲，是有可能咱来理解是有些因缘互对方，所以讲咱拄着的吼，是毋是这较少，咱大家想啊。各位大家提醒一种讲，是安怎？这人我对了袂歹，做用心啊是安尼，回向做大家对咱无好，佫无尊重，佫无客气。哦，咱是毋是咧这种？哎，老师甲咱讲，应该是咱理解是，毋要对小人对人安尼。啊，咱去小人，甲咱唤醒，根本是互咱个机会啊！哦，啊，咱是伫这个方面哦，这个忏悔语吼，忏悔这个语哎，这啊，佢用心啊，对伊都很歹势，这是互我一直听挂伫嘴啦。啊嘛是一直伫这方面咧努力讲，拄着无好因缘哦，拢是迄个感觉对人歹势，人对咱无好，这毋是咱爱伊，伊对方嘛是才讲对咱无好，绝对是咱有愿意过去下界是即世无，毋过咱有愿意，啊嘛上时做咱嘛是讲，哇，咱这机会，互咱有一个感觉讲。类似咱的心情，发觉咱心情，啊，咱来起心动念是要去将对方无好，是要气对方。咱这个气，咱这个时间是要缩短，哦，缩短到哪来讲啊？有听到咱前辈在咧讲啊，咱这个听咱老师主张应该是咱来过去有关系，哦，啊相对用这方面哦，大家用练嘛，啊大家共同吼。朝这个方向去接受，这个是咱互我感受的那种，伫这个学甲思到关系当中会拄着的，啊，这是互我哦，迄个思想会挂伫心肝来，应该有安尼啊，啊，咱起心动念拢会啊，哦，啊，当然咱有人前辈遮尔，我感觉咱各种快乐道理吼，是咱一个足好的学习的标杆。啊，咱新年都好似过啊，是无？啊，你真正讲用心做啊，啊，夫妻吼，两个吼，拢用心为咧做啊，拢袂讲落来，敢我听讲，当你伫咧想起咧讲迄个指点的有些咱也无简单啊，吼，这是咱看到咱当时的一个细，啊，甲咱个事情，我认为咱大家拢会啊，反正是过过去的这难免啦，啊，伫这个从中吼。大家伊个吼听着，咱老师常咧讲爱导人啊来学习，啊，互我嘛是讲导人是别因的，啊，若过来听着学到吼，是讲啊，即袂相当的用心吼，咱因为咧讲，伊咧个当中起来嘛袂遐简单，咱看到最近的话，咱超过用的吼，哇！咱究竟有够幸运的，这个是个咱的天选哦，
出来拜公，哦，我讲这真正非常的难得的年轻人哦，这样用心这样背负了承担了这样好的事业一直安尼嘿嘿少年人哦，我好做事都感慨，都有建议的，无简单咯。我拢常咧讲，甲阮这个朋友，少年安尼觉得伫学校听大学生做教师，人伊都愿意讲哦，安尼对这个道理咧，通来发表，遐个用心。咱咧头路嘛咧做，家庭嘛咧顾，咱即个县个事业会做业人嘛咧拍拼，阮好会讲一句较少年安尼探讨啦，叫因缘个人拢有啦，侪少尽力啦，尽力而为啦。就是讲毋单讲，咱做业咧办做个即个接近大家好来计划啦，大家一点心命一点心命安尼有愿意来出一个心大家。咱这个活动的道情较黄的较热的，咱若看简称是怎样，咱个地方哇，咱也是到咱我他一分两分之前，伊咧规个精神付出迄个苦心在想着咱自己是安尼然后那2年自己不是给我太长，看了没有？我也太贵了，因做的太久了一想咱好好谢谢这报告啦，他们支持努力再来看看我记得感谢。谢谢。刚才有发言咧，这个发表这个感想，我想到